再来看宜兰壮围乡的28线的乡道，是宜兰市到壮围乡东西乡的重要道路。县政府向交通部争取拓宽，今仔嘛举行通车典礼哦。也毋过道路的拓宽，拢需要征收农地，嘛会影响到农民的权益。县政府嘛表示讲哦，因会向中央来争取修改农法条例，来提供农民保障。在2023甲鹿谷城中，宜兰壮围乡28线乡道正式通车。这条宜兰市到壮围乡东西向重要道路，过去就6到7公尺宽，经过地方政府甲公部门协调，最后利用水利用地拓宽到9到10公尺宽。28线会当讲通往咱的壮围通往咱的宜兰这当讲哦盼望很久了，这嘛是咱地方所盼望的。原本地方希望透过征收农地方式拓宽到15公尺，因为部分农民土地被征收了后，无达到农法条例规定农地面积0.25公顷引起农舍标准，影响土地价值，无同意征收，最后只好利用水利地顶公有土地。征收一部分之后，结果挂好了啊，村的土地无够2分半，那就影响那一块农地以后，他这个。迄个农民伊要起农舍，迄个资格。对28线宜兰县无论是县乡道，也是未来高铁特定区甲第62线快速道路，这工程拢拄到同款的问题。县府提报中央，希望争取农业部修正农法条例。这个部分目前中央地方建设平台还在列管中，那我们也是不定期的会跟中央来争取。县府希望农法条例规定，农地爱护0.25公顷才引起农舍应特别因为公共工程被征收，无伫限制但书。不过农业部初步表示，因为农地动向暂无修法规划，县府指出会继续争取甲中央沟通，让农民权益受保障，也对公共工程征收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